继续来看经济部27核定台地核电厂的报告，评估核二厂甲核三厂停放的可行性。不过，因业敢爱宽评是还未定案。因那环境部长裴启明讲，希望联关主管机关会当提出政策宽评。因那支持核能甲反对核能的团体，嘛有无同款的看法。 日头正大的好天气，环境部甲欧洲经贸办事处共同来观音山举办净山健行活动。面对经济部核定最新评估报告，认为核二、核三厂会当搁运转，到底是毋是爱宽评？部长彭启明也是开放式的答案。 光电都可以全世界最严了，难道核电严亦不行？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的地方。 国内4座核电厂，敢若核四伫兴建前有宽评过，进前就互人质疑，都也都爱宽评，是安怎因亦毋免？部长彭启明建议，伫讨论个案是毋是爱宽评进前，无定着会当先做政策宽评。 能源主管机关来进行一个核能的这个政策环评，就可以把公众参与纳进去。那至于这个专业的部分，例如说核电安全的部分，可能就要由这个核安会来处理。 反核立场证明的环境保护人员指出，因也是新的行政行为，毋是具执照自然延续，都甲旧的炭坑啊点烟，应该都爱定做宽评的道理共款。因也当然嘛是爱做宽评。 那一转执照展延的话，也是一种新权力的赋予啊。新权力的赋予就应该比较新盖核电厂一样，要环评啦。毋过，天核能的气候先行者人民认为，安全议题毋是特定团体讲就算，认为应该都要进行专业审查。目前核安会的审查都会当达到安全管制的标准。 它是重新启用了，所以我认为这个也不用环评了。安不安全不是由你们来讲，是要让专家。 来做个检查，做一个报告，是否需要做环评这件事情，需要由台电公司去洽环境部来确认，在核安会做出审查结论之前呢，那要提出环境部的确认结果。环保人员表示，正在该向核安会反映，应该将昆明条件加入7条审查规定，核安会无愿意接受，无排除采取行政诉讼手段，到重大出稿前也无法度得到核安会回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